来今年的过年是7天假。 有袂少出外去读册、种花、游子，拢回乡来过年。讲这个南部才有的素食店，这几天嘛出现着排队的人潮，民众拢讲真正足怀念这味故乡味。另外，伫个桃园有一间徛60年的麻老米老的老店，一透早嘛是人排队排甲长落，大家拢要买这个麻老转去食，因为讲食麻老代表食甲老，代表好彩头。 排队排甲落落长，大批民众等要点餐，因为春节放假咯，南部的游子一回去厝就想要食这味。他特地从澳洲返乡回来，就南部跟的比较甜，对，怀念这个味道，我已经1年没有吃了。台湾南部专门的素食店，鸡汤、面线、羹、东酒，各项拢真清。看这人条，就知影南部人有偌爱食。它广东粥很好吃啊，如果去国外或者从北部下来，一定要回来吃一下丹丹。除了回乡人条找记忆中的味，桃园这间60年的老店，一透早就伫咧排队，大家拢要买。人讲桃园上歹买的传统麻老。 一喙加落外口酥内底嫩，搁散土豆粉是香，正做一定爱买的招牌。它的花生非常的香，香气非常足。有民众烦恼买无出动货车来扫400外包的 NG 品，因为麻老互你食甲老有长寿的意涵。全部是买花生的，是的，哇，很香啊！ 那桃园阁有台南的小食白糖粿，嘛是共款人条满，Q 心阁散糖粉，大人囡仔拢爱食，阁知名一定爱正港台南的。如果有时间的话，一定会过来。北藤粿、萝卜糕都很好吃，赞。春节正经美食，大家抢咧买，全台各地名店拢咧排队，就是抢买过年前的最后一波热条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